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4章第6到第9节，白话字圣经伫1048页，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到第9节。上帝话安尼讲，伊应我讲，这是耶和华吩咐所罗巴伯的话，讲，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 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大山啊，你是啥物？伫所罗巴伯的面前，你要诚做平地。伊要互厝角头的石出来，阁有大欢喜的声叫讲：恩惠，恩惠归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所罗巴伯的手下，手有下即间殿的地基。 伊的手也要完成这个工，你就知万军的耶和华找我到恁遮。这个时阵，咱要请罗佩文牧师来讲道。罗牧师是秋季教会牧师，伊今仔日所要替咱讲的题目是异象要成就大事，异象成就大事。 各位长执兄姐，大家平安。平安。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到咱嘉南教会，甲大家做伙敬拜。伫这个2012年，第2主日新的开始，新的礼拜，新的年，这要先甲大家讲，大家新年恭喜，大家愿上帝祝福大家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上帝予我有一个真特别的经历。 就是服侍一群无听见的聋仔朋友，伫即个无声的世界内面，阮毋是用嘴来讲话，所以咧讲道毋是用嘴来讲，是拢咧用手来比，因呢来看我的手语，来伫遮用看的安尼，咧来沟通，咧来讲话。伫遮阮的会友内面，有真侪是先天的，伊生来都无听见的，总是有搁较侪是后天的。 是因为细汉的时原本可能会听见，总是3岁5岁，因为发烧、破病，迄个感冒，然后阵耳膜受到影响，也是因为意外，车祸，也是炮啊声，真侪的原因，来致到后天因无听见，总是无论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 因拢需要明白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个时阵，咱先做伙来看因的见证。所以，阮伫教会内面，是无需要麦克风的，嘛无需要，遐无是老师叫伊是阿达是智障，你个想袂到讲，伊的功课是真好，毋领真好伫高中搁保送。 伫大学的时呢，伊上时考到医学院甲成大，伊选择成大来读册。所以大一的时阵，因为伊的功课袂歹，老师就问讲：维奇啊，有要来大陆伫遐来做学术交流，你有要观摩无？伊嘛足欢喜，做伙去，总是无拍算，毋知是因为气啊，还是啥物关系伊落来转来了后，煞迄个耳仔煞完全拢无法度听见。 所以即马咧，伊呢休学，伊1年级爱休学伫厝，伫遐呢开始咧学手语，总是呢伊嘛开始咧学钢琴的。伊进前就小可晓钢琴，伊的钢琴毋是用听，是看人弹过一遍，伊就会晓弹，而且迄个音域迄个音拢足正确的。所以伫即个过程，阮的一位长老就来问伊，伊讲：维奇啊。 阮遮会听袂着的人，我是对细汉，可能细汉破病到大汉，安尼就一直拢听无，所以我足惯势伫即个无声的世界，总是维持。你是即马，你安尼活到20几岁，即马你较来听无，那安尼你会足艰苦吧？你会足悲伤吧？想袂到维持讲，袂啦，我犹原感谢上帝，我犹原要乐观以对。 亲爱兄姐，如果有一天换做是你，突然间你听无，请问
你的美谈厝内面，伫遐忧伤啼哭流目屎，无愿意面对，来埋怨上帝讲，来互我来听无咧？也是会亲像这位维持，伊愿意勇敢行出来，献出伊听袂到的声音来见证上帝。若伫南部，若伫较近的所在，伊拢会甲阮做伙来做伙礼拜，伫当场伊就来献诗、来唱歌、来见证上帝。如果是你会做啥物款的选择？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愿伫主你的圣主日会当来见证你对万百姓的疼，嘛互阮伫主你的话语中领受主你的旨意甲带领。主啊，即时求你安静阮，互阮知影，独独领受你的话语是比任何代志搁较宝贝。或者阮有做代志爱做，或者阮有忧闷，阮有烦恼，总是即时求你独独安静阮，互阮亲近你。主，求你圣神来蒙调阮每一个人，因为你知影阮逐人的需要。主啊，阮将今日的敬拜恭敬交托，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旧约先知撒迦利亚，当伊甲伊的同胞，就是遐比利亚的以色列人，因斗阵倒来到家己的土地，准备要重新起造圣殿，甲属伫因家己的以色列国家的时，因所面对的工程有侪的艰难，侪的欠缺。总是先知撒迦利亚，伊领受对上帝来的印象。鼓励以色列百姓毋通惊吓，毋通失志，则较爱将即个圣殿来起造完成。主教会属伫咱长老教会，伫1990年来设立，推动者是一位坐伫轮椅的陈朴文牧师，吼，伊本身安尼一直无法度振动，坐伫轮椅，伊即摆已经转去到上帝的怀抱。爱伫遐知影讲，即个听袂到的人，因无法度来一般的教会伫遮甲咱做伙礼拜，因为因若来礼拜只有安那看到牧师伫讲台顶只有喙合咧安尼尔，无法度听着，所以伫遮就专门来为因量身定做来设立即间手语教会，是爱用手语来甲因沟通，来甲因讲话。我伫遮诚做手语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即20年来。手教会从来毋敢想要爱有家己的一个圣殿、一个礼拜堂，因为这听袂到的聋仔朋友，伫咱的社会算做是弱势中的弱势，咱会感觉真奇怪。这聋仔朋友因安那看起来好骹好手，目睭嘛金，伫遮看起来看因咧比，看因的面罗啊，嘛安那像咧帅哥美女呢，眉清目秀。总是安那，只有。袂当听见尔嘛？哪有啥物外可能呢？总是等我甲因做伙生活了后，我才知影，哇，因实在是真辛苦，真需要关心，因为因会当讲是活伫另外一个世界，共款伫台湾即块土地，总是因是安那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思想，所以伫遮，因为因无听见。就无法度甲一般人来讲话沟通，所以你若知影讲，伫因的世界是非常的孤单。当咱咧讲的时，因听无；当因咧比的时，咱看无。所以咱用真简单的笔谈，伫遐来去关心。因伫即个台湾即个环境，嘛无真侪学校会当来栽培因继续读。虽然因真巧，总是因会当读的是启聪学校。伫遐会当明白的字的程度嘛真有限，伫遐得到的资讯嘛真有限，所以咧，因毕业了后咧，会当做啥嘛无法度去办公室甲人去记接，只有安那会当做劳工，安尼搬重的流汗，安尼辛苦来维持家己基本的生活，包括工厂的头家嘛时常讲。我要营恁吼，嘛真辛苦呢。因为安那，我要叫你做代志，我也袂当用讲，我搁用写，也是爱当互你做真简单的工课，复杂的你也袂当做。所以往往拢互伊咱上基本的薪水，做20几年嘛是基本的万几箍，爱搁加班，无暝无日来轮班，
头家讲，你若毋买，啊无请恁先走。好，所以往往比菜园的时常是因即群袂听见的农业朋友。就即种的环境，即20来，啊，阮都毋敢想讲要爱有属于一个家己下礼拜堂一个教会。吼，所以伫即20年来，阮四界有通借教会来做礼拜，已经足感谢。无论透风落雨，这会友呢，因对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屏东县市即5个县市来做伙来组织来做伙做礼拜，因无交通工具，无钱通买车，只有安那骑奥多摆，也是坐车安尼转车，吼来做伙组织。无欠息，嘛无嫌艰苦。即礼拜就伫高雄，啊来咧后礼拜就伫台南，啊周间佫就伫屏东来聚会，安尼轮流走，就安尼过了20年。1年外前，为着福音的缘故，阮祈祷上帝，互阮一个较固定的所在，因为安那会友安尼走来走去，换来换去，新朋友拢留袂牢。有时因对屏东带一个新朋友来，讲哦，即礼拜即礼拜伫台南，后礼拜伫高雄，啊，带阮去到遐远，要做一礼拜爱走遐远，而且来咧，佮讲耶稣耶稣阿门阿门。所以因来一遍两遍，虽然会爱来啊，因为大家会当互相会当比手去，总是咧，因为安尼路途遥远，因来一遍两遍，感觉无兴趣啊，阮感觉真可惜。所以，阮原本是毋茫讲有教会，还是有会友，因有一个所在、一个主体，阮会当借即个所在来做礼拜，来会当包括周间来使用，安尼就真好啊！无拍算，上帝互阮的应答，竟然是建堂，买一个礼拜堂。我甲咱兄弟实在是毋捌想讲要建堂，因为这对阮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建堂的负担。阮知影，毋是阮负担得起的。撒迦利亚书总共有记载8个异象，其中第4章是属于第5个异象，是关于上帝鼓励以色列百姓必须爱重新起造圣殿。上帝若应允以色列百姓，伊就的确要帮赞、要带领、要开路。带领因起造圣殿是因的领袖所罗巴伯，伊的职务就亲像即摆行政院长。总是咱来想，去做圣殿，敢有遐简单吗？特别是以色列人，因才对巴比伦做奴隶、被讨绑，倒来到家己的土地，咱拢知影，凡事起头难啊。相信所罗巴伯伊嘛是安那，头壳摸咧烧。那安尼，撒迦利亚伊如何来鼓励因呢？只有嘴话讲好哦，好哦，恁去做哦，毋是啦，伊是安那，规伫上帝面前不断祈祷。领受对上帝来的意象，一步一步安尼，甲因做伙行。当阮领受上帝要爱阮建堂，要买一个礼拜堂的时，亲头拄开始，阮无人敢讲话，逐个点。总是阮只有不断祈祷。几个月了后，上帝用侪代志，互阮知影，阮的确头壳爱甲立落去。总是我实在是担，我想讲，这是真的吗？是出自上帝带领吗？所以我就向上帝祈祷3项代志来诚做见证、印证。第一是阮所有兄弟拢爱同心无意见，系阮的会友吼是对台南、高雄、屏东遮的县市吼，我拢定讲我南部算我的县区啦。吼，因为我若要探访吼，一个爱走去内埔啊，无一个爱走去东港，一个爱走去六股安尼走足远的吼，来去看阮的会友。啊，所以即个礼拜堂到底爱买淡对啊？台南的会友嘛想讲，若要同阮台南吼，阮就近啊，阮要礼拜会较方便。高雄嘛安尼想，屏东嘛安尼想，那安尼要买淡对。如果兄弟姊妹因为即个礼拜堂的所在来冤家。袂下事，那安尼，要即个礼拜堂就无意义啊。所以，阮毋茫会当安那，因会当同心，吼，真感谢主，因有即个同心，吼，伫高雄的所在，安尼因有共同的一个共识。过来呢，第二，阮毋茫爱伫交通方便的所在，茫伫迄个捷运，还是台铁，吼，还是高铁方便的所在，因为因对足远的所在来，吼，阮的
会友若骑车是爱骑介远，对六姑来高雄，还是对六姑来台南的时，拢爱骑点外钟。热人的时是安尼规身躯寒，寒人的时咧，像即种遐寒的天气，伊嘛是爱骑倒摆来。伊甲我讲，牧师啊，我今仔日吼，遮内底穿5领啦，啊寒遐寒啊来到遮聚会，总是若无交通工具咧。吼，阮有一位住伫东港92岁的兄弟。伊要对东港来聚会，伊要哪来？伊透早5点就爱起来，爱对伊的厝打迄个电动脚踏车。90几岁，佮安尼慢慢啊，来到迄个东港的客运。东港无火车，所以因坐客运，先坐到高雄火车头。伫高雄火车头，较佮坐火车去到台南火车头。到台南火车头了后，较佮坐公车来到东门幼稚园。伫遐。阮借伫遐礼拜，所以伊逐礼拜5点外就出门，9点外到，毋捌迟到，毋捌欠息。遐寒的天气，伊嘛是家己一个咧通就来。所以阮看到真感动，阮问讲安那会当伫即个交通方便，因落火车，落捷运一来会当行过来会到的所在，来减少因安尼爱个迄落等公车的麻烦。第三个，阮望有教会。还是有兄弟会当无利息来借阮钱啦。阮想讲，阮教会吼，若要搁负担遮个利息吼，阮敢若要还遮个利息，可能爱还啊代无尽，就还袂了啊。所以阮用即3项代志甲上帝祈祷。阮想讲，这对阮来讲实在是无简单啊。总是得亲像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安尼讲：先知撒迦利亚向所罗巴伯讲。万军的耶和华对你讲，伊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神，输才通成。亲爱兄弟，当阮乖乖要领受上帝旨意，准备要来买礼拜堂，要来建堂的时间的时，阮阵对外来去分享的时，总是迄个上时，我嘛得到侪的长辈时代。对阮的关心嘛真积极，咧问我讲：罗牧师啊，恁教会参经商会，你都爱带因来去募款，都无够，你都爱去募款，都爱去做伙安尼来募即个经商会。那安尼，恁是要安怎来建堂啊？批文啊，恁毋通到时恁教会连你的基本社体都付袂出来哦。那安尼你要安怎？好死白疯哦！皮皮啊，你无回都无甲好，你无代无志去担即条小要做啥物，就无咧牙价。伊甚至有人咧甲我讲，恁手教会会友愈来愈少，毋是一件好代志吗？因慢慢年纪会大嘛，因比到一站，了后咧，你著陪因一站嘛。了因若到年纪大，你慢慢著将即个教会阵慢慢安尼种甲收起来，甲关起来就好嘛。你也毋是不晓讲话啊！你较搁另外去找一间教会，去用甲一般的牧师共款，你去遐用讲的就好啊！你要陪因一站嘛就好，你著搁为因搁安尼买即个礼拜堂，搁安尼要搁继续咧。迄个时阵我的心听了真复杂，嘛真伤心，因为目前台湾总共有118000，若政府登记的有118000。听袂到的听障朋友，遮大群伫台湾，总是呢，目前信主的基督徒，规个台湾约有300-400个尔。那想，即群遐大群的听障朋友，即无听见的，有足多也未信主，也无认捌上帝，也毋捌听过耶稣，也毋知耶稣是啥物。那安尼是毋是爱鼓励讲，培文啊，你爱好好去向因传福音嘛？毋是爱鼓励我去来做遮个工课嘛？那是讲，哎哟，都即摆看起来都少啊，你服侍都少啊，无慢慢花去就好咧。所以迄个时阵听了真实际的我，想讲，所罗巴伯伊当时嘛应该甲我共款啊，一粒头骨来大，因为嘛有足侪人相时嘛会甲所罗巴伯讲。哎哟，咱毋着将即个耶路撒冷即个圣城呢，先甲起造好势，将百姓先安定落来，互因的厝底先安定，才来起造圣殿啊。
是毋是有人卖安尼来甲所罗巴伯讲呢？所以耶和华上帝伊启示先知撒迦利亚，互伊看到金灯台的边仔有2丛橄榄树，一丛伫正边，一丛伫倒边，而且这个对橄榄树伊所流来这个橄榄油是不断咧供应。原来上帝知影所罗巴伯的孤单，爱所罗巴伯甲大祭司约书亚因做伙拍拼，杀到结连来起造圣殿。这当我徛伫，我到底要买这个礼拜堂，要建堂无？这个时阵，上帝知影阮的软弱，知影阮若要担当来起造圣殿，安尼实在对阮来讲是一个恶担当的代志。所以虽然有侪的声音，对阮提出质疑，总是上时嘛有搁较侪，上帝差派真侪的牧长来成做阮的约书亚，因用上帝的话敲电话来为我祈祷，叫我爱有信心，毋免惊，若出伫上帝毋免惊，安尼来为我祈祷，来讲爱向前行，因陪伴阮无伫惊吓，甚至用行动来支持阮。所以真感谢主，阮伫真短的时间，阮就向各教会来借着无利息的700万来买即个礼拜堂。即个700万是阮向南部的一寡教会即间100万，即间150万安尼来借。其中呢有几间教会，因毋是经济真好的教会，总是因一直会友一直咧欠钱，因准备因家己嘛要建堂的迄个欠钱咧欠的时阵，所以当因欠一笔钱了后，因还袂找着所在，所以因继续还咧欠钱。总是因知影手教会有需要要来建堂买礼拜堂的时，因讲好来，阮遮的钱阮先借你。因为阮知影，要欠钱要建堂，即个过程恁会需要，所以迄个时阵安那增加阮的信心，我想讲哇，即个教会也无嫌讲，哎哟，恁手教会遐弱势以后毋知有法度来还阮钱无？无安尼惊吓，无安尼疑问，等到讲来，阮钱借你，所以伫遐阮安那搁较努力，毋嘛要安那紧。努力来募款，努力来拍拼，来甲这个钱来紧还互因。所以真感谢主，阮伫真短的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看厝、买厝、过户，甚至是装潢设计。阮伫迄个高铁的所在，高铁，迄个左营有一个三铁共构，高铁一落来，往旁边700公尺行过，毋免10分钟。伫遐一个大楼的1、2、3楼来买到即个礼拜堂，伊个边仔是一个原生植物园，原生植物园拄啊迄个，阮拄啊买伫迄个停车场的门口，所以阮伫遐停车拄啊毋免钱伫遐有一个所在，囡仔若结束了嘛会当伫遐，伫迄个原生植物园去遐佚佗，真好的所在。伫迄个前年2年前的迄个感恩节。阮伫遐来举行手教会设教20周年以及献堂的感恩礼拜。伫即个过程，上帝差派真济的天使来帮助阮。阮感觉哇，上帝恩典足大，阮只愿欢喜感动，将即个恩惠荣光来归予上帝。或是伫安尼对家己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了后。上帝恩典满满，我伫遐充满感恩，阮的会友嘛充满感恩。总是伫即个过程呢，特别就是献堂迄个时阵，我搁一遍来回想上帝对我的带领。我是伫1999年新学院毕业，所以伫迄个研3的时阵，有一日咧灵修，我伫遐咧读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遐，耶稣甲彼得3摆的对话，伫遐耶稣问彼得：“你有听我无？”彼得甲回答讲：“主啊，我有听你。”所以耶稣讲：“你听我，羊饲我的羊。”迄个时阵，我嘛甲上帝讲：“主啊，我就是有听你啊，所以我献身，我奉献啦。你要爱我去对，我就来对来服侍你。为什么讲到遐阿萨利，讲到遐豁达呢？因为
迄神学院毕业就是用抽签的嘛，啊抽到对就是派到对嘛，所以就甲上帝讲啊，你爱我来对，我就来对。总是伫我迄个安静的时阵，上帝有一个声真清楚甲我讲培文，你若听我，样是我样，总是我的样呢，有听袂到的，无听见的，臭耳的，有青面的，无看见的，有摆骹，有送向的。你若听我去样是我样，迄个时阵我切一个讲，啊圣经都无讲到这个，啊哪会这个话哪会遐清楚咧对我讲？所以等我一遍一遍安静了，我知影上帝伊要爱我，来去即个听无声的手教会伫遮来服侍。所以毕业了后，我就顺服戆胆，啥物拢毋知，啥物话拢袂晓，来到手教会。伫8月就任的时，第1礼拜，小会议长帮我就任，所以安尼有翻译，大家欢欢喜喜。总是伫第2礼拜了后咧，我就开始安那爱家己用手语来向遮个无听见的听障朋友向因来讲话，爱用笔的，因为我台下骹所有的人拢怎啦无听见，我家己讲话讲互因听嘛无效啊。要安怎呢？开始紧张，开始烦恼啊！袂晓手语的我要安那？我就一直听候，平常时呢，我先甲我要讲到的物件。先安尼简单，差不多1篇尔，安尼用大纲甲写好。了后咧，我就一直听候到礼拜六，因为平常时阮的会友爱轮班啊，无暝就无日咧做工课，足辛苦的。所以我等我礼拜六的时，我甲因约所在，约伫麦当劳啦，约伫堆，我就见面。有当时我去台南，有当时会友来，我就开始坐谈遐，请因教我手语。你爱搁找迄种对手语、对字的程度、文字程度，爱搁较会晓，搁较知影。有当我背好，伊若比一个骹只片，迄背甲迄个背后的意思是无共，所以爱搁互因会当了解我要讲的物件。所以我见着面的时，我就开始哇，准备好势啊，款好好势，笔甲纸写好啊，就开始准备。然后我就一日问，请问即个运费运点要哪比？所以会友就开始看到即个运费运点，伊就踮遮比。我就开始做笔记，左手握拳，右手伫这手背摸，运费。开始用画图的，用写字的，左手右手一直写，写了来第2字来，请问迄个宝贝，宝贝保护。要哪比？伫遮比。伫遮左手握拳，右手摸伫手背，摸。我就开始搁做笔记，搁画。以后我都甲我解释是啥物原因。来咧，银牌要哪比？开始伫遮比啊。左手握拳，右手伫遮摸。这个尾仔个奇怪，我来左手一直握拳，右手伫遐一直摸啊，我来摸过来摸过去啊。搁伊就安尼讲，我一直记，就摸，就爱摸。总是即马拢学了啊。永暗礼拜六开始一直学笔，礼拜日现学现卖，徛来讲台开始要安那教因讲话啊，要讲道理互因听。开始咧爱用笔的，哇，免啊，怎讲的运费？是伫遮，像咧摸，我就知影摸，搁摸入对啊。咱知影，迄手语所有字拢伫即2支手。安尼一字，伫位置无共。安尼一字，安尼一字。有当时我紧张咧啊，即字袂记哩，迄字袂记哩。开始咧，有当要甲讲，哎哟，恁足欠笔的，欠笔伫遮，结果笔毋着头去，哇，笔万分啊！爱挥啥，别甲讲等咧，这是等一下的手语。总是呢，你比较来变猪啊啦，爱雄甲比安尼，爱雄，我阁袂记哩。我伫遐哇，即字要哪比，迄字要哪比，我伫顶悬紧张甲比袂出来，讲袂出来。我著明明讲我要甲因讲道，搁即字阁袂记哩，迄字阁生字，哇，紧张啊！要安怎咧？我著开始想办法。我伫后面找一块白板。安那开始安那半写，
半比啊，因为若比袂出来的物件，你至少互因，你若写伫顶悬，互因看一下，因至少知影吧。所以伫遮我开始袂晓的字用写的，佮袂晓的字我来半比吼，半用默剧，我著伫遮写一个歌里啊，先写好，我著讲歌里啊，伊呢生着安尼，吼，伊虽然安尼较高强大汉，吼，有真正有真有力，总是呢，因为伊的心无敬畏上帝啊。吼，因为伊会骄傲啦，所以上帝灵也无甲伊伫地。虽然有迄个蛮力，有迄个力，毋过也无迄个敬畏上帝的心。伫遮就开始先比，先甲伊讲歌利亚，伊就是安尼，就比了，淡仔跳，淡仔演，就开始比了。即摆比了，我就开始紧紧刷位来乌帮的即边，伫遮写一个大笔，因为要甲因分清楚甲色嘛，要互因清楚一个较大项，来咧大笔我就先甲写好，大笔伊先做安尼，因为伊较少年伊较细汉，较年轻，虽然伊安尼较细汉，总是伊心有敬畏上帝啊，上帝所以互伊有迄个气力，互伊有勇敢，上帝阁互伊遮安尼，对付有对伊袂晓比啊，就好遮安尼，上帝安尼互伊，才互伊了后呢，伊就摕一块石头就嗨，我就紧去跳过来这边，这个高强的高利亚呢，伊虽然安尼按过迄个石头，伊就伊就被打倒了，就倒伫涂骹，就无阁爬起来。所以伊就胜利，我就马跳过来跳过去，我伫遐比甲大粒汗、细粒汗，伫遐我想讲要甲即个故事讲好，总是台仔骹所有的人，因伫台仔骹要笑也毋是，要哭也毋是，因讲即个传道者伫遮人过去，是咧人啥咧？我知伊要甲我讲话啦，要讲故事，总是这也无啥成手语，也无啥成，这是啥物话语咧？我知影伊要讲啥物意思，大概知啦。毋过哪会派即个袂晓手语的人，来到阮手教会，伫遮要甲阮讲道理，要引带阮，要带领阮呢？所以打开始，阮遮会友对我是真排斥，无啥有法度接受讲。哪会派即个袂晓手语的，所以伫遐，我即个过程感觉嘛真艰苦呢。为虾米？我嘛咧想讲，哪会派我即个袂晓手语的人来到手教会咧？外口应该有侪人，因可能会晓手语吧？若有手语会晓手语，阁是基督徒，你叫因来牧会嘛？上帝应该叫即个人来啊！我也袂晓手语。我开始学，阮兜的人也无讲，因为有也无亲人，也无朋友讲是即种听障，我也无接触到这，也无即种背景，来叫我来遮咧，我伫遮甲因人规补比无啦，所以因有当时来到我的面前，开始要讲话，互我看，因手语就比了，我都看无啊，即字袂晓，迄字袂晓，我就甲比，再一次。这就是搁一遍，请你搁讲一遍的手语。因看到我比即个再一次了，就搁甲我讲了，你看无就是看无，单字就是单字，所以我搁再一次，我搁比一遍。因看到我比2遍，搁一遍，因就知影啦，我根本看无，足生气的，就走，我会插我，讲无落来啦。那对牛弹琴啊！我比规部页，我都了解我的意思。我真认真想要看，总是看无就是看无啊。所以迄个时阵，因拔头走的时，哇，我的心真正是艰苦。所以每礼拜若转来到厝，第一件代志，我就是规当我的册房伫遐咧流目屎。我就讲，上帝啊，你来带我来手语教会咧？你敢会弄错了？上帝，你搞错了呢？外口遐侪人，你带即个袂晓手语的来？安尼毋对啦！我也无法度帮助你啥物货。安尼讲啥我毋知，我想要无法度去沟通。安尼你带我来遮要创啥物货咧？上帝啊！我即摆你
既然就派我来遮，就派来啊。这2年的团队吼，就当做咧做兵啦。2年了后吼，我要来走，我度日如年啦。我逐礼拜就安尼比无啊，吼所以啊，当讲实在，2年到的时，我实在是有迄个想法，想讲要离开，吼。总是当我想要离开的时，迄个上帝当初是对我的意象，对我的呼召，伊甲我讲遮个话，吼，迄个3拜，迄个彼得甲耶稣3拜即个对话，吼，你若听我，养起我的羊，做是我的羊，有遮个听无的，有遮个臭耳的，吼，遮个话就搁走出来，就透过有当时啊，牧师讲道，透过电视，透过查经，透过上帝话，透过灵修的册，就搁一遍一遍搁走出来，互我知影讲上帝当初是就是安尼呼召，是互我有即个印象。那安尼好啦，无吼，我搁留一站啊啦，好，我搁当则搁留一站啊，无我搁学一站啊，我搁试看觅一站啊，吼，想要到本来2冬了想要走的人，吼，总是到。暂时吼，已经13外年啊吼，针对毕业到暂时拢一直伫迄个秋教会吼，伫遮吼继续伫遮咧服侍吼因为伫遮吼，大家开始想讲上帝可能弄错了，总是伫遮安尼服侍吼，一路走来，慢慢去发现，哇，上帝实在是安那真疼我，互我领受着安那哪服侍哪甘甜。吼，一路行来，大家开始是因为语言无法度沟通，总是后来吼，慢慢去搬过即个语言的限制了后，甲安尼会当用手语伫遐来讲话了后，发现哇，这回应足单纯嘞！迄种对上帝的单纯，对上帝的疼，对人对传教者迄个疼甲尊敬，吼，迄个像个要对你掏心掏肺安尼，知影讲原来有人愿意甲因做伙，有人。无离开因，吼，迄种对你的疼安尼，哇，迄实在是有钱无地买，所以我实在是会当用同心，真正是合意安尼做伙咧安尼服侍当服侍，吼，伫即个过程实在是甲我带伫适当的位啦，吼，因为到尾我发现讲其实我即个傻大姐甲我放淡即个手语叫即个真单纯的听障者内面吼。其实是真适合，吼所以安尼沿路安尼一路行来，真正是感谢主，看到因愿意互上帝来塑造改变，用因单纯的心来服侍，因的生命性情拢安尼不断的改变，所以真感谢主吼，咱进前吼还袂有即个礼拜堂进前，吼阮会友会当做礼拜，因为安尼换来换去，走来走去，有时下早，有时下昼。回友当来做伙礼拜，差不多28、9月尔。总是呢，对旧年开始吼，阮安尼规年都有一个家己的教会，吼，亲像会较安定，吼然后虽然教会真少，总是呢因有迄个安定感，因慢慢因着带因的会友，吼，安尼带因的朋友来遮做伙来聚会。所以即马阮的会友吼，已经有安尼50、60个吼，平均一礼拜有50、60个做伙咧做礼拜。伫遐，阮真正是真感谢主吼！逐礼拜拢有新朋友来，所以伫遮阮本来是想讲我来用2、3年吼，带阮的会友，阮若伫南部拢会会友会做伙来去礼拜吼，做伙去募款，做伙服侍吼。总是咧，即马我求上帝缩短我即个募款的时间，因为阮的会友新朋友吼，拢爱用笔的吼，必须爱厝里必须爱有一个亲像安尼。牧者安尼会当来去关心，会当去来安尼教因记者，教因灵办吼，较袂互遮会友搁一直走，所以真正求上帝安尼缩短阮安尼迄个募款的时间。所以伫即个过程呢，我体会着讲，阮的会友因吼，遮听障朋友因听袂着，无代表因无需要上帝的救恩。吼，因虽然是弱小的族群，总是无代表因的心性、因的灵命是弱势。因有知影甲听的权利，虽然真少人会当听到因的心声，所以伫即个过程，上帝甲我放咱遮，我愿意继续搁做一个向因传达上帝福音，甲因做伙行，以及替因来发声，替因来讲话的桥梁甲器具。所以伫遮真感谢主吼，
即个过程吼，我毋仅是伫遮牧会，而且阮也为着对外即个宣教的需要，伫遮阮有设立一个台湾手语双辅关怀协会，伫完全拢无经费的情况下，阮已经开始运作。伫遐阮伫遐来举办福音的手语班，伫遐要号召一寡基督徒，因若愿意学，也是因本身会识过晓手语，安尼毋茫因搁做伙来伫遮来学习。要学习啥物货呢？信仰的手语，亲像主祷文，吼亲像使徒圣经，吼耶稣才会才会对迄个甲信仰圣经有关系，才会手语伫遮来学吼。阮即马目前已经开班第2班，拢伫家己的教会，伫即个手语教会伫遮。伫遮目前有30几个学员包括牧师包括牧师娘因甲会友因做伙拢伫遮咧来学手语。伫遮我嘛毋茫讲透过现代影音视讯即摆资讯真发达毋茫视讯会当运用智慧的点呢，会当伫逐所在遍地开花。因为若要考牧师，若讲台南、高雄、屏东，一定拢爱买着一间礼拜堂，较来聚会，哇！这实在是真困难，嘛真久敢若一间，即马无一间高雄，敢若一间手教会着安尼，我爱走几年的，安尼逐礼拜不断咧募款。我旧年差不多有3个礼拜，3个节期伫教会甲因做伙礼拜，剩的拢差不多是分组带一组的会友出去募款。所以会友遐济，若敢若拢一定爱礼拜堂，安尼是有限制。嘛会当透过影音、透过视讯，因会当看嘛。透过电脑，因会当看来安尼，互恁知影讲耶稣是啥物货，知影啥物货是耶稣。来制作手语圣经故事以及手语信仰名词的 DVD， 即个听无的人会当看见耶稣。即摆拢是阮咧做的事工。总是要成就一件代志，一个事工，拢需要侪人会关心甲扶持，特别是即个听障聋人朋友的宣教事工，这是一个宣教的事工，必须爱有咱的基督关心甲奉献，更加需要咱在座每一位兄弟甲阮小斗相共斗相听。因为阮相信今仔日咱会当做伙坐谈遮，相甲敬拜上帝，毋是偶然啦。因为上帝要互咱看见，遮个聋人朋友因需要福音，手语宣教的事工嘛要有咱的一份，要邀请咱来参与，邀请在座听主听人的咱大家，咱做伙来做梦，相甲来经历上帝的新者。参与伫手语宣教的事工，将即个福音来传互遮个袂听见的听障朋友，共同来经历上帝伫咱每一位宝贵器具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上帝，伫即个世间，阮憔悴金钱、物质、地位、名声、感情，阮想讲爱有才是保障，才是靠山。总是不有时的欢喜，失去的迄个空虚、艰苦，直到阮的人生起起落落。你毋甘愿伫即个世间失迷，你教导阮，毋是倚靠关系，毋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耶和华上帝你的神，才会当成就代志。是啊，主，倚靠你，阮要知影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三听的真理是赢过物质。因为你是创造阮的主宰，求你显明你的意象，互阮清楚你对阮的业力，嘛互阮徛伫正确的位置，完成主所交代阮伫即个世间所要做的使命，互阮一生所行无归伫空空。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